買樓本來係人生大事，點知樓市波動，分分鐘變咗人生憾事。前幾年入市嘅業主好多都曾經跌入咗負資產深淵，就好似彪叔同阿強呢對父子咁，之前一直擔驚受怕，驚層居屋資不抵債，但隨住2025年第四季樓市回暖，呢種困局終於迎嚟轉機，守得雲開見月明。金管局公布2025年第四季最新數據，負資產住宅按揭宗數回落至21,304宗，按季大幅減少約32%，創下超過2年嘅新低。全年樓價由年內低位反彈約8%，市場氣氛逐步回穩。隨住估值回升，2025年住宅買賣登記量達到62,832宗，按年升咗超過8%。彪叔同好多業主一樣，終於由負轉正，物業由原本被鎖死嘅自住工具變翻做可以靈活調動嘅資產。其實負資產就係物業估值低於按揭餘額。喺過去幾年樓市下行嗰陣，彪叔面對估值不足，缺乏加按空間，想套現應付突發開支都好難。即使背負高息卡數，都難以透過物業重整財務結構。隨住物業轉變為淨資產，如果業主本身有財務需求，而家係重新檢視物業價值嘅時機。例如透過加按套現去提升流動資金，整合高息信用卡或私人貸款，減少利息支出，或者拉長還款期嚟改善每月現金流。但要留意，未補地價居屋加按一定要房署批准。坊間有專業嘅重新按揭代辦服務，由對接房署同銀行到申請流程一站式跟進。如果未達到加按條件，亦可以考慮針對資助房屋業主嘅貸款方案，唔使補地價都一樣可以套現。樓市回暖係業主重新打開資產空間嘅契機。了解清楚自身估值同可行選項，先可以真正攞返財務主導權。想知更多關於資助房屋嘅資訊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公居房事。我哋下次見。